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最近中国审计署它审计报告发现的很多问题，这个也够触目惊心的。最近网上很多人都在聊这个事情。我们先看联合早报它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中国175个县被曝用惠农补贴发工资。惠农补贴大家知道吧？那都是要补贴给农民的，结果地方政府节流，把这个钱用来给公务员发工资。这个联合早报他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审计署报告披露，16个省175个县节流挪用41.64亿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五就6月27号听取了审计署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根据南方都市报、财新网报道，报告披露多项挪用资金问题，其中惠农财政补贴审计显示，16省175个县节流挪用41.64亿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至2024年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1年，最长的拖欠9年。惠农补贴是政府发放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专项资金。审计同时也发现多项资金挪用与三保和政府债务相关。三保指的就是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保政府机关、基层单位等必要运转经费，也就是说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没法保障，基层单位的这个必要的运转经费也没法保障。也就是说政府缺钱到什么程度了。我想起来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就天天做节目，我说马上公务员就要欠薪，但是就有好多小可爱在下面留言说我们这工资还涨了，说我谁的工资公务员工资涨了，你就在那胡说八道。你看这3年一过，什么情况？这是审计署公布的，这不是咱们唱空，也不是咱们造谣。所以你每次做节目下面总有一些小可爱拿他自己特个例那个叫幸存者偏差他来说明问题。我们说经济形势不好，就业难，但是你能否认现在依然有人能找到好工作吗？依然有人年薪200万、300万的照样有。但是你不能因为有这么几个或者一部分年薪几百万的找工作好找的，你就说现在工作都好找，这是一个道理。联合早报说，他说例如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显示，说13个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你说这就要命了，你就是老百姓养老的钱都已经被挪用了。对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建设相关资金审计发现，101个县通过直接挪用、虚列支出等手段轻视资金40.89亿元，有的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平衡预算、修建教师办公楼等。这是联合早报。那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案例，那真叫五花八门。这个财经网报道6月29号说，官方通报村民称册改补贴遭冒领，安徽凤阳改册项目存在问题，1人被停职，5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凤阳县调查组6月28日晚发布情况通报，说凤阳到凤阳，10年就有9年荒。朱元璋的老家名中都。说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县枣巷镇花园湖村改册有关问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县纪委监委、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参加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据初步调查，2021年枣巷镇启动对花园湖村101户采取乡镇统建模式改册工作，改册项目在招标及施工验收过程中存在问题，现已对花园湖村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予以停职，对枣巷镇花园湖村等5名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对涉事单位和相关人员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将根据调查情况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将及时向社会通报。这到底怎么回事？实际上，安徽凤阳县枣巷镇花园湖村多位村民对新黄河记者表示他说2021年
他们在完成新房装修和厕所改造后，听隔壁村村民说，完成厕所改造有3000元厕改补贴可以领，可自己的村子却迟迟没有发放这笔钱，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少村民还被人冒名签署了农村改厕到户验收表。事后有村民曾就此事反映到衢州市12345热线，得到的回复是，上述村民厕改项目为乡镇主导统建方式进行施工，由乡镇主导招标建设，工程验收合格后，资金拨付至施工单位，并非直接发放给村民个人。而关于农村改厕到户验收表一事，系因当地部分农户外出务工，并且户用厕所改造项目工期短、任务重，部分农户委托村干部代签，但村民告诉记者，整个项目过程中并未出现所谓的施工单位，只有部分村民家门口被放置了马桶，其余事情均由村民自行操作完成。这个就是典型的冒领什么改厕的费用，真是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农村的改厕问题就是出发点是好的，初衷都是好的。过去呢，农村的厕所是卫生状况堪忧，现在政府统一的就去改造，确实花了很大精力，花了很多钱，但是啊，这个村改厕效果到底怎么样？有多大的浪费，对吧？有多少钱被中间这些人给克扣了？就我们老家那个村也是村改厕，那肯定比以前改之前的卫生状况也好得多，但是还是堪忧，卫生状况实际上达不到那城里面的，只能说比以前要好得多。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浪费，有多少钱被一层一层的贪污掉了，又成了婆罗门的这个他们的唐僧肉。这个审计署还公布16省104县不法人员恶意骗取4.78亿元，这个钱是干什么呢？农机购置领域骗补行为多发区，也就是农村的农机购置，它不有补贴吗？那这个也是别人去骗补，主要是有关部门对农机售价申领农户身份的真实性审核不严，为不法企业通过虚开销售发票、冒用农户信息等手段骗取农机购置补贴留下操作空间。这个审计署还说，3235名基层干部虚报冒领2329.66万元。这个虚报冒领什么东西呢？乡镇基层干部是补贴信息审核上报的第一道关口，有的借职务便利虚假冒领，如甘肃什么一个乡财政所的原所长吕某，2018年以来编造80多户农户信息，编入补贴发放名单，并伪造签字，累计冒领补贴400余万元，用于赌博。所以因为涉及到农村，咱们就多聊一聊啊，关于农村的一个情况。对农民进行补贴，这个非常有必要，对农业、对农机、对基层进行补贴，这个很有必要。但问题是啊，这个补贴效果到底怎么样？钱补哪儿去了？这多大的浪费！我老以我们那抗旱灌溉系统为例啊，那都是政府花钱修的。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也有抗旱那个系统，就是排灌系统。一到夏天干旱季节，就要从长江里面往河里面抽水，从河里面再往田间地头抽水。那么你就得修那些沟渠。我们小时候的沟渠就是挖的沟，里面长草。后来有一年政府不知道有钱了，把那沟渠重新挖了，硬化，用水泥给它做成水泥的那个沟渠，看上去挺好的，但是据说一次都没用过。3-5年以后，那沟渠就浪费了，就报废，到处都是断裂，杂草丛生，没法再用了。而现在你看我们的地，它并没有荒啊，地是种粮大户租去了，他们以200或者300一年1亩把这地租大户在种，那大户这灌溉系统也用不了，那大户都是自己花钱在田间地头打那个井，打了井之后，他用塑料管铺设。也就是说，你说这个多大的浪费？这是谁干的事？这又肥了哪些人？这就是浪费。你要修水泥的灌溉那个沟渠，为什么修了也不能用？还有农村改厕，实际上形成很大的浪费。我觉得关于农村最好不要什么补贴，也不要是搞什么村改厕啊，这些钱都浪费了，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农村要移民建镇，是最好办法。
因为现在农村的空心化非常严重，一个村没几个人，你要说补贴就是村改册，那人家家都要村改册，这个小村庄恐怕就20多户，你都得改，你这花多少钱？但是他日常没人住，平常恐怕只有3、4户有人，其他都是关着门的，只有过年那几天回来，浪费特别严重。很多房子甚至常年没人住，但是你要改册，那人家也得改，但是人家人又不在。所以刚才那个报道有这个就是凤阳县说什么村干部代写，这个实际情况还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农民都在外面打工，全家都在外面，家里都没人。那村里面有点什么事，你总不能让人家还回来一趟，这是实际情况。那村干部就会给这村民打电话，说有个什么事情，你们同意不同意？那人家说同意，我就替你代签，免得你往回跑，是有这个情况。但人家有人就利用这种便利代签什么的，他就上下其手，为自己贪污大开这个方便之门。所以这些乱象要想彻底的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还在农村生活的这些人，把他挪到镇上去，移民建镇。把他在山窝里面的人，每个山窝里面就2、3户，这我亲自去看过。我开车到安徽南部环山，你转过一个山有2户人家，你再转过一个山又有2户人家，就这么个情况。那你说你这个基础设施怎么搞？那成本得多大呀？而且那2户人家住的就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公路附近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再建一个镇，把这些农村的人都集中到那儿去。这样你无论是厕所还是什么快递，还是商店，还是幼儿园，还是学校，还是医院，你的成本都低得多，人口比较集中，便于提供这些基本的服务，公共服务。至于那些还有人死乞白赖的要在农村待着的，那你一个人在那待着呗，你自己河里挑水吃，你自己挖个坑上厕所。最主要的是因为农村化，它已经形成空心化了，就很多村没有人了，都是老头老太太。实际上这些老头老太太生活很不方便。现在在农村生活的人，大部分他也不是靠农村的收入生活，就真正以农业为生的人，那是有一些大户，他租了几百亩地，甚至上千亩地，这样的大户他自己解决，他能修别墅。很多农民老太太，你把他集中到镇上去，这样看病还方便。如果说继续任由他这么发展，那最后每个地方每个村庄3、5个老太太的，最后就变成村干部的摇钱树，变成村干部各种骗补，大开方便之门。我们再看审计报告说，山西蒲县疾控一职工1岁工作，22岁退休。这个是审计报告查出来的。审计署网站消息，审计署24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审计署对养老保险基金等重点民生资金的审计情况。审计报告指出，审计署重点审计了25省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14万亿元，发现各类问题基金金额601.61亿元。那发现的问题包括哪些呢？一是重点人群，也就是297.43万名漏保脱保等，其中23省的困难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等47.7万名应保未保，21省的249.73万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应补未补。你看，又是给农民的补贴，关键这些东西你很难补贴到真正的有需要的农民身上，都被人截留了，不知道接拨哪儿去了。二是22省未清理不符合全国统筹要求的小政策，不当增加基金支出责任187.53亿元，其中9省在国家统一的养老保险待遇项目清单外，自行保留取暖费等16个待遇项目。这些取暖费是给谁的呢？那肯定不是给普通的韭菜的，这个取暖费也是给那些老干部或者是权贵婆罗门。养老金之外还有取暖费，给你发一笔，那肯定不是给咱们韭菜发，导致基金2022年至2024年多支出167亿元。20省违反对全国统筹前一次性缴纳保费的条件不符人员，由基金和地方按比例承担其统筹后增加的待遇支出等规定。
将统筹前条件不符的26.36万人，在统筹后增加的59.41亿元待遇支出，全部由基金买单，比基金按承担比例多支出20.3亿元。这笼统点说，便于理解，有人千方百计的把大家的钱收集到一起，变成大头，他就挥霍那个大头，都用那个大头来买单，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家涛老师喜欢干的，把大家的钱都收起来，搁到大头那儿，他来掌控，他来花，决定给谁花，怎么花。你说这多么爽啊！那他当然想方设法，变着花样的给自己多花，给自己的相关利益人多花，巧立名目。第三是414亿被挤占挪用或骗取套取，13省将40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16省90家中介2009年至2024年通过伪造劳动合同、仲裁书等方式，帮助2万多名条件不符人员违规参保，以基金损失为代价换取中介和个人牟利。如哈尔滨市阿城区一中介2019年以来长期向4名公职人员行贿，通过在材料审核、劳动仲裁等环节造假，至少为不符合条件的271人违规办理参保，预计形成基金支出损失1.15亿元，该中介至少获利400万元。你看看，哈尔滨市一个下面区的一个中介就能给基金造成1个多亿的损失，给大头。25省2.83万名职工通过提供虚假病历或篡改档案等提前退休方式，违规领取养老待遇5.19亿元。如山西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的人事档案有14处涂改，1岁工作，22岁退休，任层层过审后退休，一边领取养老金累计69万元，一边又在新单位工作取酬。你说这个人明显还在上班，没有退休，但是他通过伪造档案已经退休了，1岁就已经上班了，22岁退休，他就领退休金。完了，实际上他又在一家企业上班，又领工资，已经领了69万。你说为什么？你说养老金不够啊？审计署指出，一些民生领域乱象影响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从审计情况看，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多发，因贪依附，小官大贪禁而不绝，一些不法团伙利欲熏心，为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和民生底线。这是审计署审计的报告。事发的山西蒲县疾控中心这名职工，他的人事档案存在14处涂改，篡改后显示1岁，也就是1978年12月，以合同制工人身份入职，22岁，就是到了1999年，那一年他22岁，以特殊工种为由退休。这个明显就不合理，你就审核材料的人随便看一眼就知道这不对，怎么1岁上班，22岁退休？但是就这样，他居然层层审核，成功办理了退休手续，累计冒领养老金69万。我想办过事情的人都懂，你韭菜，你老百姓去办个事情，各种刁难，各种卡，各种手续不规范，各种补充材料，他严格那个劲，那规范那个劲儿，就专门用在对付这些无权无势的韭菜身上。但是你看，像这种人，那些婆罗门、权贵、有门路的，这个大门向他敞开，这种层层审核就变成了一个形式。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审核，人家审核很严，那主要是看对谁。对象是普通的牛马，那你想退休，他非得找你点毛病。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马斯克。马斯克在美国搞的百日维新、百日变法，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你看，同样的也是退休，他说美国有好多人300多岁，问题是你300多岁，你光搞群众运动不行，你得把那个人找出来，到底是谁300多岁，给他发了钱发哪儿去了，发了多少？显然马斯克他抓不到这样的真凭实据，最后都是乌龙。实际上是马斯克伸错了地方。如果马斯克在这些在咱们，那他一抓一大把，全是有名有姓，还有档案。最后我们再看审计署还有一个案例，说的是深圳有一家单位只有10名员工，但是这个是央企，10名员工
但是它租赁办公用房面积3937平方米，人均是394平方米。他一共就10个员工，他租个办公楼3900多平方米，这个导致人均394平方米办公面积。那你说这都瘆得慌，也就是394平方米就你一个人，那什么办公场所要那么大地方呢？审计署公告指出，违反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主要是8家所属单位存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涉及金额1819万元，有待高价租赁娱乐场所，如中国科学院所属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下属公司2023年8月以来支出153.27万元租赁一处344平方米的房场，这个用于员工活动和商务接待。这个可是中国科学院呢航空信息创新研究院下属公司，专门给员工租一个344平方米的房场来用于娱乐，还有商务接待，那不就是搞会所吗？说的这么含蓄，344平方米的一个地方搞成会所，下面是卡拉 OK， 上面是餐厅、宴会厅，再上面是客房。有的办公用房严重超标，如中国人民银行所属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下属公司，仅有10名员工，租赁办公用房面积却是3937平方米，人均393.7平方米。公告显示，上述仅有10名员工的公司为金电云深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公告称，租赁办公用房其中3041平方米闲置，还是花大头的钱好。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心心念念的梦想着要走集体。你走集体就基本上个人没什么钱，都在大头那儿，对吧？这给个人分的越来越少，进入计划经济体制，谁有权那钱就归谁花，就这么个意思。如果这个钱尽可能的分给这个居民，让他自己去支配，政府的大头非常少，你不能说没有，那这个大头预算非常少，但是这么少，他还得保障医疗、养老，还有国防，就像欧洲一样，欧洲它的预算为什么说把那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5%，对他们来说如临大敌，但他们都玩命的在讨论，得去公开的这叫什么？要辩论，唇枪舌剑。好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他政府的大头少，花到国防上面，他别的地方就没钱了。政府能动用的钱太少，不像咱们的加特老师、维欧老师，他们就热衷把所有的钱集中起来，大手一挥想干啥，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便于腐败。你说这些浪费，你在美帝那儿都难以想象啊。马斯克打着灯笼想找点证据都找不到。在这儿是随处可见，在这儿没有那反而不正常。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也很有意思啊，说根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披露，中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模超过60万亿元。截至2023年末，说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达64万亿元，同比增长7%。大家都知道，现在地方政府财政非常紧张，要不然怎么可能节流，对不对？连农民的补贴他都被他节流了去发工资，就地方在过紧日子，没钱，这是一个矛盾。但同时，中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也有60万亿，而且还这个2023年末还增长了7%。这个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什么东西呢？是国有资产一种存在形式，特指的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产。资产覆盖的类型相当广泛，包括土地、房屋、车辆、家具设备、公共设施、各种材料、物资等等。这类资产的管理是个大麻烦，叫漏洞多，闲置浪费相当严重。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围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点明了多个省份。简单归纳一下，问题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最基础的盘点入账环节出了问题。报告中一共涉及到17个部门，少计漏计13.46万平方米房产，151亩土地，31.88亿元设备物资或无形资产，12个部门的2.59亿元资产出租和处置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4个部门的1.65亿元房产租金等应收未收等
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行政事业单位这国有资产有很多就没有算到账里面去。你比如说这个房产有13万平米房产没有计入账里面，那你说这13万平方米的房产，它出租收益它都没有入账，它出租收益它给谁用了？那这个钱去哪儿了？151亩土地，30多亿元的这个设备，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产生收益的。你租给别人1个月1万2万，那都是有现金，但是这些资产都没有算在政府的固定资产里面。那你说他出租都是这个钱这去哪儿了？这个是没有记账。好，还有8个部门，19万平方米房产，874亩土地，405辆公务用车，1.04亿元办公家具及仪器设备等资产使用效率低下或闲置，最长的居然达21年。刚才说了啊，刚才那些不明不白的租出去的钱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那还有这个干脆就放在那儿闲置没人管，最长的21年。你看啊，一边是政府缺钱拦这个农民的补贴去发工资，一边是政府大量的资产就闲置，或者浪费，或者是进了个人的腰包。其次说资产处置不当，低价出租、违规转租等行为很多。数据显示，包括2个部门因低价出租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收益损失5056万元；一个部门1132平米底商房产长期未收回管理，由外部单位及个人转租获利，造成国有资产收益损失。这个底商明明是国家的，结果国家不管，把这房子给第三方，第三方拿去出租赚了钱，进了私人的腰包。你看，这就是大头的钱，大头的财产，60万亿，这里面有多少跑冒滴漏啊？这就是为什么牛马日子越来越难过。但是你看那个权贵或者婆罗门，他日子还是越过越香啊。这些都是审计报告所反映出来的。唱多的、稳中向好的，你要有意见，你就去找审计署理论去。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光呼吁说提高素质，自我约束有用吗？得有个好的制度啊，否则很难彻底解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